運輸署推出多項措施，推動智慧出行。等我 Agent 話你知。香港公交世一，電子繳費已擴展至的士，乘客更方便。揸車嘅你可以經牌證二為駕駛執照同車牌續牌。車輛牌照優化後，行車證唔使年年換。下載應用程式，電子駕照就到手。喺拍牌二睇啱心水車牌，網上競投更輕鬆。喺運輸署，我哋24/7監察全港交通，協調運輸服務。其中，汀九橋南行已利用 AI 快速偵測及靈活應對事故，實現智慧公路。過路處嘅紅光同發聲裝置，讓行人安全過馬路。AI 分配綠燈時間，出行更有效率。吊臂車要安裝過高警示系統，確保行車安全。自動駕駛測試暢順，邁向無人化、規模化，並達至商業營運。未來嘅交通管理平台會將數字技術、AI 同交通運輸更深度融合，達至交通運輸路路暢通、快捷方便，人人受惠。